最近，武汉大学一段辅导员培训录音被曝光，内容是高校学生采取大数据管理模式对学生的信息采集、监控和预测。评论认为，中共就害怕大学生造反，所以要采取严密监控措施。最近几年，中国高校大数据教育教学产业受到广泛重视，从2016年只有3所高校，到2022年增加到了168所大学。随之而来的大数据管理系统也充斥着在各大高校，用途非常多元。中共对高校学生采取大数据管理模式，可以实时监控学生的动态，通过不断采集学生的信息，用数据去描绘每一个学生，以达到全面了解管理学生的目的。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异议人士表示，武汉大学通过校内服务器可以监控所有聊天软件的内容。学者认为，中共对学生的监控不是为了保障学生的自身安全，而是保障中共政权稳固，主要目的还是维护中共专制集权。另外，引人关注的还有关于宗教信仰部分。录音显示，部分高校最开始调查每个学生的宗教信仰到底是什么。如果学生填了宗教信仰，辅导员会问学生什么时候信的、怎么来的等等方面，这可以帮助他们掌握很多的资源和更多的相关数据。中国国务院12月19日对外公布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，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意见，提出了20条政策措施，包括建立数据产权制度，建立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，建立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，建立安全可控、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等。文件提到，在总体要求方面，要以维护国家安全数据、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为前提，深入参与国际高标准数位规则制定，构建适应数据特征、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规律、保障国家数据安全、彰显创新引领的数据基础制度，充分实现数据要素价值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。中国当局一直强调国家数据主权概念，以数据加强对公民、企业、社会的管控，以及强化和民主国家的竞争与对抗。美国国会2名议员认为，香港已失去高度自治，其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已沦为中国共产党喉舌，将提出议案，要求撤销香港经贸办在美国的外交特权和地位。首先呼吁各国做出相关行动的组织香港监察，希望参众两院议员支持该法案。香港学者程家洛则指出，有关法案将削弱香港在国际社会作为中西纽扣的新引力，预料香港会转向东盟及其他一带一路国家发展。资料显示，港府现时在欧洲的柏林、布鲁塞尔、日内瓦及伦敦设有经贸办，港府在美国华盛顿、纽约及三藩市设有经贸办，占全球经贸办总数逾2%，目的是促进香港的经贸利益和支援海外企业在港拓展业务。美国参议员鲁比欧和众议院史密夫会在12月21日正式提出议案，指经贸办享有外交特权或豁免，前提是香港在中国治下仍享有自由。但自港区国安制2020年生效后，一国两制已不存在，香港经贸办只是中国的驻外办，美国需修炼撤销其外交特权和地位，以反映实况。中国当局设立在海外警察局越来越引起各国的担忧。根据路透社报道，意大利内政部长在12月19日发表的采访中表示，意大利将停止让中国警察及官员在其领土上进行巡逻。总部设在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表示，中国已在海外设立了102个所谓警察服务站，其中11个在意大利。该机构说，意大利的服务站是根据2015年的一项双边协议，
该协议允许中国警察与意大利警察在罗马、米兰、那不勒斯和其他华人较多城市进行联合巡逻，而北京正在利用这些服务站向一些中国侨民施压，要求他们返回中国接受刑事指控。这样的行动是非法的，很可能是针对持不同政见者。他在采访中说，我可以说这些合作形式将不再以其他形式实施或复制。本月早些时候，他曾告诉议员，与中国的联合巡逻协议与在意大利建立任何服务站无关。他还称，联合巡逻发生在2016年到2019年，并在疫情大流行之后被暂停。目前，包括加拿大、美国、德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已对这些服务站展开调查，荷兰、爱尔兰及捷克境内的服务站已被关闭。